皇后娘娘存的又是什么心思？儿臣从来就不求父皇偏袒，但凡事都应该讲个理字。既然父皇要怪罪，那我看不如这样。你现在就可以将我一剑当胸刺穿，让我去给他们庄家人偿命。你犯什么糊涂？夕阳，你无需委曲求全答应联姻的，我方才马上就要赢了。我一直抓着锦绣刺客一事不松口，故意让整个玉京都知道此事，就是逼父皇跟锦绣反目。老夫何懼一死，封門一路，誰都出不去。